有民眾佇咧高雄鳳山府前路的路邊停車格停車，因為這塗骹寫講是算假的，不過伊來勘測的時陣，才發現講這停車單是算點鐘，民眾不颯颯，質疑講這就是停車的陷阱。交通局查證了後，講遐個停車格佇咧112年的時陣就改做是算點鐘的，是因為頂頭的插落去才會互民眾誤會。即馬是有定插路，要若民眾互人加收的停車費，交通局要處理。高雄鳳山行政中心頭前的府前路雙邊攏有停車格，不只個大家攏停滿滿。有民眾答問，講家己車衫洗車來遮停，落車看塗骹寫的收費方式，明明都是算假的。那會來勘測的時陣，停車單因啊等甲滿滿時，正做算點鐘的。民眾唔知影是倒一搭失角差，質疑這是停車限制。附近民眾講，因為是算假的無唔對，改做算點鐘的已經有一段時間。之前是計次，後來改計時的時候，它可能是直接噴在上面，那噴在上面的芯漆掉了，下面的計次又露出來，可能民眾會誤以為說哦還是計次這樣。因為基本上外面幾乎都是計時居多，所以不太需要確認，除非我要停很久我才會去確認，就看他地上寫什麼，如果看不清楚，我就必須去找那個告示牌。有民眾講，若是無確定停車收費方式，就會去找告示牌確認。不過這回事件說是塗骹寫算假的，甲路頭路尾告示牌無同。交通局也證實，府前路停車格112年就改做算點鐘的，初時早起已經甲插補轉去，民眾從加收的錢交提停車相片甲停車單來，交通局會協助處理。就有計次標線的浮現，造成民眾的誤解。交通局已經在今天完成計時字樣的補畫。那如果因此產生停車費率爭議的部分，那交通局也會協助業者，那我們會從寬認定停車費率的保障民眾的權益。這位民眾停在1點鐘，紅收350塊，改用算假的6點鐘30塊比起來，淨差10外倍。也不怪民眾會質疑是停車限制。交通局強調，塗骹的字時間一久就會落漆，平時攏派人來巡查。民眾停車除了看塗骹的字以外，也是愛以告示牌為主，避免產生爭議。記者柯家竹、顧兆陽、高雄場報道。